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荣获2025年金水星奖；达赖喇嘛尊者慰问缅甸地震灾民；达赖喇嘛尊者出席竹巴嘎许派举办的长寿法会；德国与苏格兰议员代表团访问藏人行政中央；3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严重关切中国拘捕西藏环保人士。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闭幕。司政边巴次人致函祝贺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85岁生日。司政边巴次人致函祝贺加拿大第24任总理马克·卡尼。英国议会下议院举办藏历新年庆祝活动。日本支持西藏团体通过网络召开年度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66周年纪念日之际，为了表彰尊者终生为和平、慈悲、教育和人权事业做出的贡献，国际金水星奖委员会于本周一3月31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了2025年金水星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勤宫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接受了国际金水星奖委员会颁发的2025年金水星奖，并接见了该委员会的多名成员。Holiness, this is an award that represents what you've done. 随后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母亲在培养内心慈悲方面的作用，并指出需要将这种爱与慈悲扩展给所有众生。尊者表示，Our life began from mother's womb. We already equipped compassion, affection. Mother's affection, without that, we can't survive. Then it is possible. We can create truly peaceful world. There is no point to say these are our enemy. No. We all, you see, brothers, sisters. Thank you. 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3月29号通过官网发表声明，对缅甸发生的里氏7.7级特大地震中的遇难者和灾民表达了哀悼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声明中对所有在缅甸及邻国泰国等受灾难影响的人们表示慰问，并进行了祈祷。尊者进一步表示，当他得知除联合国机构外，印度等国家也在向地震灾区提供人道援助。为了表达对缅甸人民的声援，尊者已要求达赖喇嘛甘丹颇章基金会通过适当渠道为救援工作提供捐款，支持灾区的救援和赈灾工作。与此同时，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4月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藏传佛教竹巴嘎举派多座寺院共同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并发表慈悲开示。达赖喇嘛尊者在长寿法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克服障碍并不仅仅是外在问题。如果一个人能够认真实践菩提心和空正见，那么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不会感到气馁或沮丧，反而会心生喜悦。当天的法会以无量寿佛长寿仪轨为基础，为尊者的长久住世祈祷。5000多名来自竹巴嘎许派的僧尼和各方信众参加了法会。
另外，3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于近日发表联合声明，对西藏环保人士错讹责让，因举报中国矿产公司在他的家乡违法采挖河道沙石，破坏当地生态环境，而于去年10月遭到当局传唤、询问，以及随后遭拘留一事，表达严重关切。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阿斯特利德，以及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埃利汉在声明中指出，去年10月15号，错讹责让在社交平台微信上向中国政府实名举报安徽先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他的家乡红原县查尔马乡违法采挖河道沙石，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当地警方于去年10月26号逮捕错讹责让。随后，红原县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名判处8个月有期徒刑。由于错讹责让否认当局对他的指控，他原定8个月的刑期已被延长至16个月。他当前下落不明，社交媒体账号已被当局删除。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正视错讹责让的具体拘留地点，并提供关于其监禁条件和法律援助渠道的详细信息。同时还要求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供中国安徽先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红原县查尔马乡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活动的相关信息。此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暨年度财政预算会议于本周一3月31号圆满闭幕。与会全体议员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多项重要的立法修正案和决议，并选举了新的大法官及其他2名法官和审计长。本次会议批准拨款总额36亿9100多万印度卢比，用于涵盖年度预算和临时预算的支出。另外，批准拨款33亿0400多万印度卢比，用于年度预算支出。在此前一天，与会议员们对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及另外2名法官以及审计署的审计长进行了选举。现任最高法院秘书长伊西汪姆以31票当选为首席大法官，成为最高法院第1位当选的女性首席大法官。在选举另外2名法官时，议员达瓦普吉以25票当选为最高法院的法官。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前部长帕巴次仁也以31票当选为法官。而现任审计署秘书长扎西多杰以32票当选为新任审计长，他们将于未来几天内宣誓就职。与此同时，来自德国和苏格兰的议员代表团于本周三4月2号访问英北达兰萨拉，并会见了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来访的德国联邦议会议员迈克尔·布兰德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主任凯穆勒，以及苏格兰议会议员罗斯约翰·里格尔、人权专家埃莫利简·帕恩·罗森格伦和苏格兰绿党研究与政策大臣卡梅伦·威廉·加勒特，先后与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及常务委员会成员、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庄马等政要进行了会晤。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四3月27号代表西藏境内外全体藏人民众致函美国国会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祝贺他85岁生日快乐，并感谢他长期以来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的坚定支持。司政在贺函中写道：“您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参与为我们的斗争事业注入了活力。您在国会积极倡导的西藏立法，更为遭受数十年压迫的西藏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希望。对此无言表达我们对你无限的感激之情。”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仁还于当天致函马克·约瑟夫·卡尼，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24任总理。
斯正在贺函中感谢加拿大在促进西藏难民安置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并强调加拿大为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以及为流亡藏人提供安全的政治参与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于本周一3月31号在英国议会下议院丘吉尔厅举办了藏历木蛇新年庆祝活动。主持人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克里斯劳在活动上向与会各方通报了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重组，并表达了通过该小组继续在威斯敏斯特为西藏发声的决心。英国气候部长兼布里斯托尔东区国会议员克里麦卡锡、工党议员莎拉钱皮恩、杰西卡摩登议员以及苏格兰民族党议员彼得威斯哈特和自由民主党议员威拉霍布斯豪也出席了庆祝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日本拯救西藏网络、日本西藏之家和日本西藏社区联合于上周六3月29号通过网络视讯召开了年度会议。日本支持西藏团体拯救西藏网络的主席、前国会议员牧野胜修在致辞时简要回顾了他与西藏的长期关系，并表示中国民主化是解决与中国对亚洲及全球霸权问题的重要因素。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嘎玛曲英、日本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山田弘议员、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等政要也出席了会议，并发表讲话。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